伊朗 Shiraz 必到嘅粉紅清真寺，搭車咧直接去到呢一個清真寺，落車之後咧，女仔可以喺門口度卸袍，咁你就可以入去啦。一入到去已經係極度少女心嘅粉紅色噶啦，配上呢個傳統嘅波斯地氈啦，同埋呢個複雜幾何圖案設計嘅拱門啦，非常之有波斯嘅風格。呢種極度對稱嘅設計咧，係牆壁靜嘅至愛啊！加埋朝早嘅光咧喺外面射入嚟咧，嗰個層次同埋個光影咧係好適合影相啦，同埋好正。外牆咧亦都用咗好多種唔同嘅顏色去突破咗佢傳統嘅設計啦。喺個磚上面咧都印有咗好多唔同嘅可蘭經經文嘅。整個設計咧由出面嘅水池啦、東廳、下廳啦，同埋呢個穆克納斯咧，都係寓意住天堂啦同埋天空嘅。呢個位置就係講緊個水井係當時點樣用牛去為呢個水池供水。呢度包含咗好多當時伊朗去點樣起呢一個清真寺嘅一啲細節。喺呢度除咗可以瘋狂打卡之外咧，你仲可以欣賞到波斯嘅美學、光影同埋神聖之美。參觀完清真寺之後，就可以順便去埋隔離呢個 Fakir Historical Bath。呢個咁歷史性嘅浴場呢，係用咗大理石材去做啦，同埋佢用咗呢個地下火爐去做一個加熱系統嘅，非常反映到呢一個古人嘅智慧啦。呢種伊斯蘭浴場呢，都有稱為土耳其浴嘅，咁係源於羅馬嘅洗浴文化啦。通常浴場呢同清真寺係黐埋一齊嘅，咁係放一啲節慶啊日子呢，禮拜之前呢做一個潔淨。最後咧就可以行埋呢一個白沙，呢度都應有盡有啊，地氈啊、香料啊，乜嘢都有。呢一個就係我粉紅清真寺嘅一日遊啦，希望大家中意啦。Follow for 多啲伊朗嘅資訊。